整个埤头排水治理，我们是以总和治水的观念来办理。那其中埤头排水，那总共呢有3.8公里，花了8亿元。那另外呢，滞洪池啊，也总共有10.8万吨的一个滞洪池。埤头社区还有永安宫，还有林子林的社区啊，总共加起来呢，我们的抽水量啊达到35 CMS。这几年下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总和治水观念，从排水系统、滞洪池还有抽水站整个兴建完成以后，就不会再产生异烟。麻柚呢，它的一个保护面积呢是差不多44公顷，那麻宫呢将近有70公顷左右。在整个一个保护标的，除了工业区以外，那还有林子林社区有60户啊，还有呢这附近的那个柚子园。那柚子园将近有40公顷。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水利局投资这么大的经费呢，新建这2座抽水站了过去呢，这个抽水站还没做以前落雨就拢这水拢霸过平，拢因为阮埤头过所以就是阮埤头抽水抽袂赴水利局投出这侪钱呢，一定会当改善咱麻豆工业区埤头小埤的积淹水，包括这个。麻豆交流道的淹水呢，可能会妥善的彻底解决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特别来麻豆这边来看这个新盖的麻柚抽水站。2018年08-23的时候也淹得很严重，在埤头、在林阿拿以及在小埤这边还有市区都有淹水。到了2020年的时候，也有这个虽然面积减少了，但是也还是有淹水，在林子寮跟小埤社区也都有淹水那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过去到现在治水的工作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一步一步的做。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抽水站以及箱涵的建设，都希望民众能够得到一个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尤其麻豆很多农民都种柚子，柚子可以说1年才收获1次，如果碰一次这个夏天的台风或是淹水整个今年度就收入都泡汤了。所以我们不管是抽水机、抽水站的建制，或者是农路的整修，甚至帮忙文旦柚子成熟之后帮忙产销、帮忙销售，这些都是政府也能够帮忙民众来做的。我们也愿意让努力来做，然后提供给农民民众更好的生活。另外是国民党欢喜看10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进入市政总质询，议员罗坤豪率先发言，针对美国含有3肉种的猪肉已经大量进口台湾，不过民众却唔知流向，甚至质疑卫生局敢查产地标示，却无严格检验，相当烦恼，要求市府主动积极为食品安全把关。议员罗坤豪对美国猪肉每当进口台湾上轻动，不过含有3肉种的产品流向如何相当质疑，要求市府一定要严格把关零检出，让民众有知影有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强调，开早以后透过实验室检验已经是固定在做，嘛一定会查产地标示。不过因为台中查到标示无实在肉品流向80已经餐饮业者，互议员相当烦恼。餐饮业伫台南冇连锁店，加上汤圆分公司查出美国猪脚，不过产地却写加拿大，根本是早期的具体案例，要求政府一定要一点一点为食品安全把关。一档就对啦销入台湾1000几栋。是车走去倒？这车唔要走倒？这留下拢会当去查。留下你敢知？就是要生产。留下你敢知？我即摆我甲你讲你即摆来讲，我知影讲好，安尼好，我明仔就要来买3斤来输，你也带我来买啊！过去，咱政府甲咱讲，咱家己当选择啊。我们不只有吃的权利啊，而且还可以选择啊。我莫讲恁安怎查啦，
那检验最基本的流向，咱来检验，咱知嘛？咱来检验含色洛精的冻掉都袂入来啊。咱检验是检验讲伊有含莱克多巴胺过分无？啊，伊也标示的部分，不标示不实的部分是另外一个物件。就像过去迄个福岛食品啊改标，叫做东京生产的，共款，伊也是标示不实。但是咱要检查是检查伊有辐射过量，还是讲伊有莱克多巴胺过量无？议员对检讨美国含有3肉精的猪肉，一直到台南受中央畜产会委托制作液氮加工，搁再卖转去新北，比外界质疑敢拢无消伫台南一事，要求市府开始掌握流向。对此，市长明确表示，台南本身就是鸡卵的产地，事经相关受委托的厂商拢查过，转属交回新北。嘛，澄清并无禁止校园饮用午餐的传言。台南新闻军旗林银光采访报道。接续议员林冠伟总执行将积极替永康焚化炉的电源回馈金来请命，质疑厂商本色处理费起了3倍，不过互里面的回馈金却同款只维持一档300块起跳。会中要求市府甲厂商协商，回馈金嘛会加倍增加。议员林冠伟表示，台市有永康甲城西2座焚化炉，其中城西里的回馈金一人一档有12000多块，但永康焚化炉的所在地王行里却只有1500块，周边龙潭4里则只有300，根本是差天差地。特别焚化炉一车20档，厂商处理费随着物资波动，对1500块到5000块起了3倍，不过回馈金却无对咧提高。议员不满无符合公平比例原则，对此市长嘛答应透过协商来争取民众权利。阿和公司要涨就涨，它已经涨了3倍呢。那个20年前，2007年是1公吨1500，那现在是1公吨5000呢。那时候合约他们也涨啊，为什么我们回馈金不涨？我们回馈金应该要照比例原则来看，应该要涨3倍才对啊。他们涨了3倍嘛，我们也要发900啊。应该是安尼较公平啦，我也感觉啊我们不管是永康区的里长，或者是新化区的里长，在附近永康焚化炉附近那周围。邻近的里有回馈金的，非常多里长在反映这个问题，不公平啊！他们进场的垃圾进场的价格收的价格越来越多，但给民众的回馈、给市政府的回馈都不变，这个是有超额利润在这边啊。但是因为我不知道20年前是怎么样的原因去签的，先把那个回馈金固定下来，所以以20年前的300块。跟现在其实他们的利润已经很多倍了，这不成比例。因此呢，我们会透过协商来跟厂商，希望说他多提供一些，这是正办，而且符合公平正义。另外，环保局每档拢会提供100经费予永康区公所，大约3-4月全区各里拢会来喷药，避免病媒网滋生。不过，但因为今年天高这大流行的冲击，议员林冠伟趁机会向市府申请。要求争取经费，伫每一档8-9月搁喷第2摆，唔通互里长家己开钱增加负担，嘛达到提高这热区的环境清洁。1年2次刚刚好，因为我们很多里长都是喷完了以后，大概到7、8月、8、9月就非常多病媒蚊子，所以里长伊都家己自掏腰包，因为里面咧讲嘛，无法度嘛，伊咧家己自掏腰包去叫外口的喷药公司。去你的喷一届有可能一里互伊包嘛，一里有可能2万啊1万，伊就家己开。做这里长拢安尼呢。因为第一人里面咧反应啊，第二里长嘛希望讲，即摆网糖属实就较济啊，因为夏天会比较多嘛，所以他在8、9月的时候，他会自费再喷一次啊。我觉得让里长也蛮辛苦的啦，那让里长自费，或者是用他们的自己的额度去花这一笔预算，我觉得。不太合理啦。东区、中西区、北区、南区、安南区、永康区、包括安平这几区人口数比较多的啦，比较密集的。对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在喷药的时候，第一个是喷1次改为喷2次，第二个这个喷药的经费、雇工的经费看是多少，我们出估一下，
来跟里长看可不可以跟中央争取预算、啊？对啦，就是对啊，哎呀，对，喷2次啊，讲出我的心声，所以我想说，我们会跟中央大概先讲好，我们才来跟里长来做。会中环保局嘛回应，因为喷叶的种类甲浓度等标准，拢需要甲中央疾病管制署讨论，卖尽数争取公费补助，希望明年开始一档2摆。今日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每一当10月第2个拜六，就是世界安宁日，基密病院嘛配合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响应，呼吁社会大众重视安宁疗护。基密病院响应全球安宁疗护联盟的世界安宁日，办理系列活动来庆祝。除了伫市恩基隆展出欧文庆画展之外，更邀请红鼻仔医生伫病院大厅甲民众同乐。同时，还有义卖活动，将安宁疗护观念传导出去。我想，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安宁的一个观念，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多多的了解这个安宁对一个在一个人生的规划过程中在除了治疗以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基密病院希望病人会当确保善终宽益，真正安宁品质。伫2008年成立市恩病房，如今已经满10个周年。一路行来，医疗团队帮助侪尾期病人善终。在奇美医院，我们也是让很多民众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呢，能够活得精彩啊，能够感动他的四周围的人，也能让家属他的照顾他的家人得到平安我想这个才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每一档的世界安宁日，基密病院医疗团队拢相当期待用无同的方式，邀请大家共同关心每期病人甲医疗临终照顾的议题。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300亿湾区，包括成功、麻豆等赛主会，20号伫安平古堡举办守护记忆、陪伴长者又高级的公益活动。会中号召台南30多位分会会长到小厅，做伙陪长辈欢喜过中阳。国际赛主会以服务社会、关怀弱势为成立宗旨。时常伫各种公益活动当中，也拢会当看到这群师兄师姐的身影。国际赛主会、300亿万区成功赛主会、麻豆赛主会、福尔摩沙长照芳疗赛主会，联合30外个分会，共同关心长辈，办理穿越时空守护记忆、陪伴长辈游古迹公益活动，做伙陪伴长辈看古迹、踅老街。这次的活动是老中青3代台南成功狮子会、麻豆狮子会与福尔摩沙狮子会一起共同主办，关怀老人、关怀明天，还有感谢我们总监的团队来一起参与。这一次非常感谢那么成功会我们欧正辉会长，以及我们麻豆会黄美惠会长，还有福尔摩沙吴敬远会长，他们3个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穿越时空陪伴长者来游安平，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狮子会一向的活动就是关心社区做爱心活动也感谢我们台南市所有的专分区所有的会长来协办这一次的活动。难得一撮出门，也好这长辈拢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嘛真感谢赛主会活动规划。赛主会带恁出来遮行行看看的。足好。嘿，较早敢有来遮看过？捌来过啊？拄仔甲恁讲这有啥物故事吗？嘿。讲故事拢总有啦。真趣味吼。总感梁慧珍表示。汇聚师仪，真爱服务是今年年度口号。非常感谢主协办单位以及赞助单位办理这次穿越时空守护记忆、陪伴长辈游古迹公益活动。因为透过活动，会当加强长辈认知促进甲肢体活动，嘛会当让长辈更加健康快乐。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南社区大学环境小组以农家牛保的保育动物哪里为主题，设计出哪里的实验课程加相关的艺术创作。29号也将甲马头山地质公园协力举办联谊活动，希望借此呼吁市府重视哪里的保育，加速农家地质公园的领用规划。为好民众认识地质公园内生态物种。台南社区大学特别以穿山甲为发想，在环境小组甲无共领域师资共同努力之下，发展出兼顾环保甲教育趣味课程。参像是吴秀月老师，就透过编织娃娃课程，甲学员用毛线做出高水的穿山甲娃娃。它的龟甲是前脚长的方向跟后脚是不一样的，后脚是直接下去，然后前脚是有点像整个往后劈，所以我就用了一下剪黏的技巧。剪黏的技巧就是从最尾巴的地方开始粘上。除了布娃娃，曹瑞光老师也制作了阿甲的魔法棒。木工老师林志学也利用当地木材以及木工的边角料，创造出木雕的穿山甲。还有环境小组成员陈宇文的高雅创作。我们就取那边捡得到的叶子，因为我们有想说，在地的农期志工、地质公园志工，未来在带来环境教育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透过简单的手作，让游客去那边有一些 DIY 的体验。其实像这个作品一开始也是像这个样子的一段边角料，然后现在初步成型才切，所以这个就是切顺下来的。然后呢，用那个砂轮机，然后去把成型之后的这样子的木头，做出它身上这样子的一个鳞片。那其实那时候要做菊尾椅的时候，也是在想说，尾巴是要什么素材？那其实龙崎那边蛮多就是桃花心木的，其实这样子翘起来，就真的蛮像它尾巴。而其实这的创作发想以及活动规划，拢是为了呼吁市府重视穿山甲保育，并加速农家地质公园的领用甲规划。守护穿山甲，所以我们就创意性的用打火棒，大家可以自己手做自己喜欢的打火棒，用自己喜欢的素材。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呼吁我们那个不要把那个。就是不要把不要养的动物，尤其是狗野放以后，它们成群以后，其实它是对穿山甲产生很大的危害。29号，台南社区大学还会甲马头山地质公园协力举办阿甲联谊活动，为民众这的创作也将在现场展示，希望透过无同的活动规划，吸引到更多市民共同关心环境议题。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112年全国运动会盛会经过25天全台湾团上，19号下晡由市长黄伟哲带领盛会代表队回到台南市政府的热莲广场完成安坐仪式。台南市长黄伟哲骑着脚踏车，后面是全运会盛会代表队，扛金城国中田径队员超过60个人，砸着全国民众的祝福。将舞会顶完成安坐仪式。请市长用火炬点燃母火灯，熊熊的圣火象征和平、勇敢、团结，生生不息的圣火有如我们台湾健儿。在台南市境内总共跑了400公里，为什么呢？因为明年2024年就是台南400，所以欢迎圣火都回来，也可以入火安坐，能够让所有的圣火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全国运动会赛事进行顺利成功。盛会为9月25号为延平郡王寺出发，经过全台12县市的观光景点，10月16号返来到台南，走遍37个行政区。112年全国运动会是台南的大代志，市府以办喜事的心情筹比赛会，希望呈现古都400档，全运更澎湃的热烈氛围。这个圣火的行销不仅是行销了全国运动会，也行销了每个城市的重要的观光景点，那也行销了台南。我觉得是多赢的局面。全国运动会伫10月11号到26号伫台南盛大举行，到时欢迎大家来到台南替参赛选手加油打气，顺续感受台南古都的魅力。台南新闻苏怀采访报道。
日本知名动漫甲高雄邮轮基福1号联名正式甲外界见面，主要用动漫的主角配合黑白显白的色彩，成为第一只日本动漫联名邮轮。10月份的航班，伫每礼拜一甲拜三拢会出航，估计将引起一定热潮。祈福1号渡轮全新的外观，除了有《咒术回战》帅气的主角群之外，在船舱内还有许多角色看板，从鼓山轮渡站航向战二库，另外一面则是黑白两色显目对比的色彩，是首艘日本动漫联名渡轮。在 FB 上面就很多人在传这些影片哈，那他们发现，这是不错的一个宣传方式哦，所以也引起日本人的关照哦，他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来轮船上面做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方式，这是台湾才有，而且高雄才有的。祈福1号渡轮前几天在低调赶工换上《咒术回战》的帅气外观时，就陆续有民众在岸边或海上拍照。高雄市轮船公司也期待和之前推出的史努比渡轮一样，造成抢搭风潮。日本人愿意跟台湾来合作，当然也看中我们轮船之前在史努比的这个号召力也蛮强的啊。那他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在船上的一个，所以他们也在船上花了很多钱哈，来做这样的一个广告宣传哦。那希望这次可以突破史努比的这个人次哦。那刚刚在10月10号博二刚结束《咒术回战》展。那参观人次突破了5万人，非常谢谢高雄的粉丝。那这一次呢，能有这个机会跟高雄市轮船公司来合作，把观光渡轮祈福1号打扮成《咒术回战》的样子，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祈福1号渡轮10月份的营运航班为每周一和周三下午1点到4点45分，假日则延长到5点45分。11月份将和史努比渡轮轮流营运海上巴士航线，增加不少搭渡轮的趣味。那我们也期待用更多的方式，或者用活动的方式呢，来吸引更多人愿意来搭。那未来其实高雄市轮船公司未来大概就是走这样的模式哈，所以我们下一档。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比如说你们现在电影上看到的，都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项目之一。刚好《咒术回战》第2季在各大平台 OTT 正在播出，希望达到一个宣传的效果。那同时呢，也可以跟高雄市轮船公司一起，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非常好的观光景点，希望大家都来这边拍照打卡。高雄市轮船公司致力海上交通运输，让渡轮不只是渡轮，借由联名渡轮让渡轮成为观光打卡的景点。咒术回战联名渡轮预计营运到明年2月，民众可以把握时间搭乘。记者潘志光、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新北市政府为了抢占疫情过后的旅游市场，特别推出新北真好大的系列活动，结合相关的业者用大型推荐会方式面对面交流来拼观光，而且也做出抽奖好康，吸引游客眼光。疫后国内外旅游需求大幅提升，为了持续优化观光接待环境，新北市的旅宿业者非常努力提升软硬体设施以及服务品质。市府也积极辅导旅宿业者取得新北市优良旅馆及魅力民宿的认证，以提升新北市旅宿产业的竞争力，并提供来新北游宿的旅客一个安心、比价更舒适的住宿环境。管理局局长杨宗明表示，配合这一次的行销活动，将从10月11号起到11月29号，每周三在新北旅客 FB 粉丝团推出新北金好住许愿让你住的抽奖活动，只要按赞加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您想许愿入住的新北优质旅宿招待券。此外，还有新北观光工厂体验券、特色伴手礼商品等许多奖项。新北呢，其实有好山、好水、好风光哦，包含我们现在正在推的观光3环6线，我们有海岸环、都会环跟山林生态环，那有美丽的山景、海景。那希望呢，大家多多到新北来玩。那这次呢，我们新北金好住呢，其实发想哈，就是来新北住哈，那你发想你的心愿，那我就带你去新北的住宿旅馆去住哈。那所以呢，只要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去留言跟按赞呢，
那就会有抽奖的机会。那包含我们的伴手礼，还有这些观光工厂的这个礼券哈，其实等着大家抽。那再来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些新北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哦，包含即将到来的新北欢乐耶诞城，还有我们在10月14号即将办理这个秋收之宴哈，希望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微笑山涧的山林之境来游玩，那可以带给大家相关的这个新北的好山好水。观旅局表示，新北市接下来还有丰富的系列活动，像是市府观旅局的旅游品牌微笑山线将在10月14号举办秋收之宴大地餐食体验活动，引领大家走进莺歌山林。此外，还有年底最夯的新北欢乐耶诞城、新北感温季等一系列精彩活动，绝对不能错过。欢迎大家可以到新北旅游，入住优质旅宿，让你玩好、吃好、住得更好。更多新北市的旅游相关讯息，请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是新北旅客粉丝团查询。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0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